来看一个较趣味的新闻，伫苗栗县消防局进前欢度24周年的剧庆，安排好现场的囡仔穿小小的消防衫，耍这个过关的游戏。结果一个3岁查甫囡仔，一个穿起了都唔肯脱落来。所以讲消防人员啊、宣导人员、甲老爸老母，拢用糖啊，要甲伊交换，要甲绳，要不伊唔脱就是唔脱，这个模样真古锥。这囡仔老爸本身嘛是义消，伊讲福庆的是时常带这个后生去消防队，这个后生对消防装备嘛真好奇，结果一个穿都无想要脱落来，怎么办？这个3岁囡仔兄穿消防衫一个耍走关游戏，结果体验活动结束，听到爱甲身躯顶的消防衫脱落来，囡仔兄就真唔甘丢丢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不肯脱，这是我的。就算爸母和宣导队人员摕糖啊要甲伊换这领衫，不过就是无效，真侪民众拢看到气爱笑，讲囡仔兄有够古锥的。可有人讲囡仔兄消防魂雕身，未来当好好栽培。苗栗县消防局进前举办24周年庆，互现场的囡仔会当穿消防衫体验，结果就出现这段心色的画面。好奇吧？好奇啊？对啊。哦。那想说应该不曾穿过啊，然后他说穿了以后，他就不脱了。囡仔兄的爸爸本身嘛是技校，伫咧执行勤务的时阵，就常在带后生来到消防队，后生嘛对真侪种消防装备真好闲。这什么？消防衣。这个嘞？这是什么？帽子哦。那以后长大了，你是来当消防队的吧？好。随网讲话也个臭灵呆，不过消防魂可能已经掉伫咧查甫囡仔的心肝内。查甫囡仔的爸爸分享这段趣味影片，消防局嘛伫咧卖奖夜车，期待未来伫咧消防局见到伊的加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